聖誕，去咗我哋最中意嘅藝彩廚食自助午餐。會員喺迪士尼網站可以 click 入去喜慶自助餐訂座，喜慶自助餐做到1月1日㗎咋。快啲去訂位啦！睇下有咩美食先。閃閃聖誕樹擺放好多餐前小食，有煙三文魚，有米奇、維尼、老人嘅食物。哇！係由高級砌成嘅聖誕樹啊！東盤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去做擺盤啊！媽媽一心想嚟食蟹腳，今次竟然冇啊Karen 方面有2款超好味嘅牛肉同肉質唔錯嘅火雞，配菜有一盤好靚嘅焗棉花糖甜薯，甜品比起熱薰更有喜慶特色。米奇聖誕布甸、白果餡餅、士多啤梨蛋白脆餅、聖誕樹頭蛋糕。超好味又靚嘅藍莓芝士棒棒糖，呢款出咗一次就冇再出啦，好在早拎咗嚟食。香橙朱古力馬德蓮蛋糕、柚子綠茶曲奇、德式聖誕蛋糕、檸檬烏龍慕斯配士多啤梨啫喱、我有時嘅 cream cake、茉莉桂花蘆薈果凍，可惜冇聖誕特飲。其實今日12月26日係我8歲生日，好開心可以食生日聖誕大餐。